今次4月30號，星期三記谷草野菜。今期揀咗呢場同大家睇下，就係第3場。一如以往，會唔會小馬場合更加易爆出冷門呢？睇咗今日出記零簽，自己推介記心水當中，亦有2隻冷門喺度，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下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第3場。第3場，第2班1000米草地。先同大家睇零簽，報紙對應第3場記零簽係51，展同須視作而起。睇到呢句零簽，形容記就係小朋友嬉戲玩樂記場景，馬上就聯想到其中一樣兒時玩樂，就係填顏色記畫簿。而零簽故事中，主角亦係君王之一記成王，所以第一會先選8號顏色之王。故事當中，成王展同封地同弟弟唐叔玩樂，故明顯我會要呢隻1號小霸王。王者即表示成王。成王本意同唐叔開玩笑而已，何以最終確實如願展同封地呢？當中周公暫代管理國事，係佢教訓成王，話俾佢聽應該係君無戲言。故第3隻提供記馬匹就係4號勇敢巨星。最後一隻成王最終都係君無戲言，封地與弟弟唐叔誠懇守信，故此人亦可解美麗，所以選2號神希麗人。總結一下零簽心水，第3場第2班1000米草地，1號小霸王，2號神希麗人，4號勇敢巨星，同埋8號顏色之王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